好呀，这一万也未发互民众，就先互诈骗集团摕去拐钱，伊用短信骗民众点入去假网站去捞信用卡才个人资料，也是讲甲民众讲哦，这1万块会当先借出来摕去投资。提醒咱观众朋友，这拢是假，唔通哄骗去。他这种病比较特殊，还叫我去看看，说我能不能帮他。治疗真正囡仔破病，真需要钱治疗，婚姻人真着急，欢呼银行领钱，规心肝想要救人。姐姐的小孩生病，然后要100万，那有什么病你不知道？当然我们也很谨慎了，我还有病程，我就来小孩可以这样。婚姻人讲有小心处理，不过连地来病情拢也无啥清楚，就要提出上百万到3天。无法具体说出就医医院及联络方式，前后说辞相当矛盾。经员警说明相关诈骗案例之后，女子惊觉遭诈。警方到现场考劝点醒70多岁婚姻人，莫互假真正骗去。不过早起的出头真多，更加地种发生的代志骗人。破获现金1万，明明也未实施，诈骗集团却是先一步摕来做钓利，发一个简讯假设网站，骗民众点击，骗人这信用卡号加个人资料。我们公司呢，它是负责这个存款保障的一个保险，那跟这个政府的普发现金的一些行政作业是没有相关的。中央准保护冒名，也互因赶紧来发声明，强调就算政策实施，也未经手这相关的业务。加在这类钓鱼的简讯，初步也无人互骗去，也过用破发现金来骗人，手法唔那这种。有的民众可能会以为已经发了，或者是可以什么预先申请啊、预支使用之类的。他们就是利用跟民众这个资讯落差去做诈骗。警方接到报案，有诈骗集团讲这笔现金用提前来有借，所以讲骗人投资，已经有受害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